伫座位顶面，伫座位兄弟姊妹，请你用基督的心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今仔日的崇拜。因带阮行稳定的路的主，阮感谢你保护阮，伫关山也是伫艰难的时阵，你拢保守阮，行伫你的正路。感谢你，互阮听阮、捌阮，互阮一生不变的应允。阮感谢你安尼祝福，感谢你，阮愿意伫这个稳定的路听你，牵你的手。也愿你听我，牵我的手，来行你这条圆满稳定的路。愿感谢你，你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感谢你，赏赐阮应允的地。阮因为你奇妙的大作为，我要来唱歌，感谢你。这是会敬拜，这是会服侍。拢愿意归荣光互你，也见证你的作为，你的奇妙。听阮的祈祷的主，听阮祈祷的主，感谢你通过圣神引带，互阮看见你要伫阮心上所成的事，愿意佮幸福伫你的面前，互圣神引带，求你帮助阮，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平安，足久无看到，张那娘，新年恭喜，真欢喜看到你，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学罗咱的主上帝，咱来享受伊所赐的平安、喜乐、安息，请你甲你的。左边、右边吼，倒边、正边，兄弟安尼讲，愿你享受上帝所赐的平安。咱三甲来敬拜，求圣神引带咱，互咱伫新的年有新的意向，用上帝眼光来看新的代志。求圣神帮助咱，求圣神引带，互上帝做新的事伫咱的中间。有敬拜的声音发出，对关山顶的高海音唱出，上帝要唱。一首新歌，咱的主要做新事，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代志拢已经过去，伫记录内面一切都完成，新的眼光，新的意向。新的故事，新的方向，有敬拜的声音发出，对关山顶的甲海有深处，在今日要唱一首新歌。咱的主要做新事，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伫基督内面一切拢完成，新的眼光，新的意向，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拢要脚步，呼求荣耀的主，我愿你来，
你我勇敢，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你关山定你甲海有亲像，上帝行你要唱一首新歌。阿们，咱的主要做新事，做新事，甲旧的代志放好过去，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伫基督内面一切拢活新，新的感觉，新的意向，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拢要康复。阮会晓用智慧来算阮的日子是怎样。阮相信伫基督内底拢是新创造的人。阮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互阮成做新创造的人。感谢你，因此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因为伊为咱做大代志，咱就来学乐伊来讲起伊奇妙的大作为。耶和华要为咱做大代志，请起立，咱同齐来学乐。耶和华已经为咱做这大代志，伊叫阮再来做福气，让会更有力。耶和华已经为咱做这大代志，伊将我最快乐大手的所在。一摆耶和华已经。
就因为伊会作为叫咱欢喜，咱就因为伊的手所在工来欢喜，来烦恼，伫伊强壮能力的所在来学落伊，弹琴唱歌学落伊。我要弹琴唱歌学落你命，因为你当作为真荣耀。咱的阿爹大声讲起你的荣耀，专心来学落你，来伴歌舞斗大家己，来把手叫做大齐唱，天天天亮，刚刚让你帮你，三个主你的神。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亲像你，哈利路亚你的神，我要大声唱歌了你呀，因为你当作为真荣耀。我的阿爹大声讲起你的荣耀，专心来学了你，把歌跳舞到大家去，来把手跟从大齐唱。天天天亮，我讲我你讲你，三个主你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亲像你，哈利路亚你的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你的神，谢谢，请坐。哈利路亚，将荣光归给咱的主上帝，因为伊为咱做大代志，咱就来感谢伊，也来回应伊的听。甲主讲，主我伫遮，愿你找我。你创造万象树，希望阮困好在你。天顶的白，你创造万灵魂，是要予阮气息学落你。今日来到你面前。就有相同回心，求你赦免我的罪。甲天父讲，我愿意。我愿意，抛开阮心梦，求你引我，让我心难体会。我愿意。是
愿你找我，我伫遮，我带着忧伤痛悔心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所犯的罪，我愿意拍开我的心门，求你永远踮我的心内，永远踮我的心内。天父，听阮祈祷的天父，阮搁伫你的面前，安尼献上阮的感谢甲祈求，求你帮助阮。叫你帮助阮有新的愿望，有新的眼光看见，你要做新的事伫阮的中间，因为伫基督耶稣内底，旧的代志拢过去，一切拢要换新。阮也要成做你所新创造的人。主，阮感谢你，阮感谢你听阮安尼祈祷，也感谢你感答阮今仔日的敬拜甲学乐。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伯来岛林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个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60篇。哥林多前书13章，我来客兄弟来引。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人爱，我就亲像螺会被打，喇叭被响。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为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人爱，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人爱，对我拢无利益。仁爱是宽容，仁爱是慈悲。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受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仁爱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对一切有耐心。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讲灵语的文字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落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煞。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糊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安尼信、盼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下面请圣歌队带领咱来学了上帝，因要唱的诗歌是《愿打吟讲主用》。
愿一切荣光归予天顶的上帝。三角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6章10节到13节。路加福音16章10节到13节。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第10节，伫至小可的事真中的，伫大的也真中；伫至小可的事不义的，伫大的也不义；伫不义的钱财。恁若无尽忠，是罪要用真诶托中恁；搁伫属别人诶恁若无尽忠，是罪要用属恁诶互恁啊。一个奴仆袂话服侍两个主人，因为伊会怨恨即个疼迄个，也是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话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即是请吴牧师正道，伊要正道诶题目是。培养热诚甲真实的人命生命，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啊，请咱身躯边的兄弟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主。佮甲你边的兄弟讲吼，你的心有热诚无？咱的心内有热情吼，有热诚的心，我想咱来敬拜上帝，你就会带着愿望，带着目标，嘛会带着期待的心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赏赐活命丰盛的主上帝。阮搁一摆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头前，阮毋若要向主你献上感谢的心、懊恼的诗歌，阮也要伫今日的聚会中，做伙来领受伫阮生命所需要的平安、喜乐、甲愿望的价值观。当阮仰望主宝贵的话语的信息的时，恳求主你圣神的大气力、感动的心，放伫阮逐人的心内。主啊！当阮期待伫每一摆聚会内底，毋若互阮灵性的生命得到培养成长，阮也阁期待，当阮的灵命成长健康的时，阮会当做伙伫起造教会、传扬福音的过程的内底，去经验到什么是复兴，什么是好的转变，什么是生命所应该得到的丰盛的愿望。主啊，阮恳求你，赏赐即款的应允伫阮在座。无论是直播、咧观看影片，或者现场的兄弟姊妹，阮每一个在座的兄弟、亲人、朋友，阮拢会当共同有份来领受即款生命祝福。阮伫即时也要做伙透过主你的话语来认捌，什么是掠耶稣基督做阮生命中心的生活，来培养阮的生命有热诚的心、真实的灵性生命。愿上帝你搁一摆来引带阮下面的时间，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教会最重要的工课叫做培养灵性的生命，甚至教会嘛咧帮助信徒去经验什么叫做生命应该得到的啥复兴啊？啊，什么叫做生命的复兴？叫做唤醒。哦，你的生命如果被唤醒了。唤醒了，你会想要安怎？会想要做一项代志，有无？哦，像讲我知影讲要安怎趁钱的方法，你就安怎？你像有一个亮光共款。啊，灵性的生命嘛共款。当你伫咱头拄咧带歌也好，吼，拢有讲到讲即个灵，即个心内迄种啥忧伤痛悔的心的时阵，当你的生命内当搁一摆通过上帝话语来得到愿望的时阵。你就知影讲，我的生命要安怎重新得到迄个复兴、唤醒。所以顶礼拜牧师嘛有甲咱讲起，基督徒需要最重要的叫做生命素养的培养嘛，对无？素养教育。基督徒若无建立伫上帝话语的认知，然后带出有行动力，甚至伫你咧行动力的中间，你无情感的配合，这三种三角形的这个。三股结构的关系平衡里面，有当时咱的生命无法度通去关心一个做智微细的人，因为伫咱要关心一个智微细的人的顶面，咱需要啥？你需要有行动力呢，毋是讲你知影讲爱听人的，对无？咱知影爱听人嘛，但是你若无行动力，你要安怎听一个关心智微细的人？甚至你要关心一个智微细的人的顶面，你若无情感，人敢要互你听？人会感觉讲你咧搞安怎施舍？哦，我无需要你安尼甲我看轻，哦，我毋是安尼的人，所以有真侪时阵，咱要关心一个人，关心一个伫你所看到讲伊有即个需要，但是伊的生命要安怎定心伫即个过程的中间来得到帮助。我想，无论是给予的人，包含领受的人、接受的人，拢需要啥？我们都需要慢慢的调整我们的生命的步伐，然后我们的生命才会怎么样？带出一个正向力嘛，对不对？所以兄弟姊妹，无论是信徒，无论是无信的人，其实每一个人拢会当理解这种的观念，叫做素养教育。所以牧师顶礼拜有甲咱讲起讲，咱的教育，咱的生命的教育有要紧无？哦，我想咱在座嘛有老师哈，咱有老师咧做教育的工课，上重要就是讲囡仔，毋是讲我要甲伊教，伊就愿意听呢，是不是？有真侪时阵是生命的陪伴。生命的陪伴，才会当真实带出一个愿望的心。所以兄弟姊妹，灵性生命的成长，
甲这个生命复兴的目标的达成，需要啥？你看边仔迄个一撮有色彩，需要啥？爱忠诚耶稣的门徒啦。所以我要问咱，即马苏联甲乌克兰吼拍偌久啊？一冬呢？你敢有去想讲，哇，这人民卡拢无人去反抗啊？你敢有感觉？迄若换做是台湾人是安怎？讲唔通拍，是毋是？咱敢有法当忠诚于国家啊？对不？敢毋是？所以灵性的生命，基督徒难道不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说什么？教会是要做什么？做什么？培养灵性生命的复兴嘛，敢毋是？但是咧，当咱若无忠诚伫耶稣基督，咱嘛无忠诚的心来跟对主做门徒，咱的生命无法当通受培养，安了解无？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教会带着一群什么？带着一群上帝所疼的囝儿，阿们。带着上帝所救赎回来、救赎回来的儿女百姓，对吧？那么就应该要怎么样？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念哈，用华语来念哈。来，须有为基督传递福音、赢得世界热忱的人。好，甲你边仔兄弟看者哈，甲你讲，你有热心无？你有热心的心无啦？哦，有没有热忱的心啊？我每次看到我们的指挥玉成哈，我都感觉到哇，很有热忱，对不对？好，他本身不是在教会长大的呢，他是因为刚好教会有需要，我们需要一个指挥，然后我们就因为一些原因就介绍了这一个老师来，然后他也因为这个机会接触了教会，然后我们教会每一个人也因为他而感受到，其实音乐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兄弟姊妹，热诚的心，就是袂当安那，就是要安那，互相会当赢得别人的互相彼此的心啊。所以教会内底上帝，咱是不是上帝的囝儿？是不是？我们要不要赢得世界的人啊？要不要？你要赢得你家里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你要赢得你的工作职场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人啊！阿们。咱是上帝的儿女，教会咱就是上帝。教会内底上重要的啥？财富。教会财富其实唔是教会偌济钱，教会财富嘛唔是讲又偌水偌大间，唔是。教会财富是在伫内底的人，你拢是上帝的财富。阿们。上帝既然救赎咱的生命回来，你有要紧无？什么叫做财富？这最重要的。跟你边仔兄弟讲者，你非常重要，每个礼拜我都要看到你。你非常重要，每个礼拜我都希望看到你哈。所以呢，教会每一个信徒拢最重要，拢是上帝教会内底的财富。安尼，咱的灵性的生命爱永壮无？要永壮嘛，咱唔是善者。所谓的善者，唔是干那金钱上你无济少，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有丰富无？咱会当不断成长，爱接受训练、装备，来互咱忠诚军队主。阿们。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要会当忠诚军队主，咱就爱学习《使徒行传》第2章44节到47节。好，阮2礼拜前，阮伫礼拜3的查经班内面查课到，这段圣经讲起，当圣神充满伫每一个这信徒，重新搁一摆领受着耶稣虽然死，但是伊真死有搁活了后，当因领受着彼得对因传讲的信息了后，搁一摆来体会着。耶稣讲的是真的，耶稣真正是搁活，甚至互因搁真正体会到圣神的气力。所以，当领受到圣神的气力的每一个信的人，因得安怎？他们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啊。然后呢，卖了田产家业，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做者信徒都爱看到头前44节甲45节，然后就看到迄好野人的吼，你较有吼，圣经安尼讲哦，你着卖掉恁兜的产业哦，较济你较济，哦，你来帮衬，照着迄达人所需要，我有需要，你甲我帮衬，敢是这种观念？其实不是。后壁伊讲，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做什么事情？在教会里面祷告，寻求神，
伫厝内爬饼，学习亲像耶稣基督，找这12个学生做伙同坐倒，迄种的心情，你们要预备好，我们要去跟人家分享的态度，存着欢喜诚心的态度来做伙啉食。最后，他们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生命有得到人的欢喜无？你要通过你的生命有得到互人欢喜无？来检验家己到底是毋是亲像迄当时初代信徒领受着圣神的人同款。注意哦，当咱的生命，当咱的教会若有亲像安尼的情景，最后主就会将啥得救的人安怎？日日加添互伊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唔通去看到人的丰富的产业来欣赏，然后你啊熬念。咱就爱想讲，咱的生命是毋是有真实？会当安怎？同心合意，甲人做伙同工，对无？做伙爬饼嘛吼，做伙伫遐欢喜诚心来服侍主嘛，学了上帝嘛，然后得到逐个人看做，这真正信主的人无共款。兄弟姊妹。圣经就是安尼咧，甲咱讲起新约的教会信徒出对耶稣基督的听，甲福音的工作，因有迄款的热情，真实活出来生命，然后带出一个足要紧的望。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做伙来熟悉，要安怎用耶稣基督的心？为什么要用耶稣基督的心？因为一个热情、热忱的心啊，热忱的生命啊。好，还有真实的信仰态度。如果咱无耶稣基督做中心，真容易会成做是啥？夸口你家己，只不过是夸口你家己，然后彰显咱家己个人的啥风采。好，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怎么样？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认识什么是正确的生命观。阿们。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哈，你的热忱。要有耶稣基督的话，再跟他讲，佮伊讲，迄是加分的，迄毋是减分的啦吼。意思就是讲，有真侪你家己的生命经验较丰富，迄拢真好，嘛是伫生命的过程的中间，上帝所互你的。但是当你若佮常常熏读圣经，通过圣经的话语来教导咱安怎用正确的态度来甲行出来，安尼你的生命就无共款啦。所以咱来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路加福音书16章第10节一开始讲起，讲上细伫至细伫至小块的事啦，至小块的事顶面真重的啦，伫大的也安怎也真重啊。啊，若伫小块的代志无真不义啊，伫大的代志就安怎就不义啊。这咧讲啥物？圣经内面咧讲，这上小的代志是啥？其实你若甲看到第13节就有讲起，这个圣经耶稣咧讲起最小的事情，实际上就是金钱。所以甲你边的兄弟讲哦，你的钱就爱好好注意管理。真正，我甲你讲，你的钱若好好管理吼，若行了正确吼，我甲你讲，上帝大大丰富甲你赏赐。这是牧师足深的经验。圣经内面甲咱讲起，这个上小的代志，代表是今生，代表我即摆要活地的时阵的代志。圣经甚至耶稣讲起，这个上小的代志，就是马门，就是金钱。所以兄弟姊妹，伊讲伫金钱上若是忠心，伫赏赐的顶面，上帝嘛看做你是一个忠心的人，然后安怎，伊就甲你祝福。所以咧，大的代志是啥？大的代志叫做来世，就是未来的代志。未来的代志代表是主丰富的赏赐，所以当你伫细项代志，你伫金钱上啦处理了好，你伫未来主所要赏赐的丰盛就会互你啦。所以即摆你来倒转来想，为什么我拢感觉袂到我是一个丰富的人？安尼你就爱问你家己，你家己对钱上帝所互你的这项代志，你是毋是有好好的运用啊？有的人奉献会安怎？迄敢你知影啦，反正我著偷啊，反正即摆疫情上容易看出来，所以有足侪教会伫疫情的中间，毋若人数减少，
是连奉献也减少了。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哦，这嘛着看出一个人的心，知影讲，教会伫环境的中间咧变化，人的奉献嘛对咧减少。耶稣讲起，这就是小小的代志。如果咱也未尽忠，未来你要哪会丰富？所以兄弟姊妹，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在下一页，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必须爱先对啥上小的所在开始做起。有一句话讲：万丈高楼平地起啊，万里之行自足下嘛，对无？逐项代志你要起出的大楼吼，拢爱对平地开始嘛，敢毋是？你要行足远的路嘛，着安怎？你要敢去行吼，毋是讲足长的路，这路够长的啦，吼。但是你无要行，较有影。你讲看卖是偌远啊？啊无啊，你也无去行，这路后算偌远？迄个路的路程要远，着爱在伫安怎？你爱真正去行出来，吼，真实哦有影。兄弟姊妹，天底下伟大的事哦，东西啥都是小的事情来开始累积。但是咧，换一句话来讲，你看，天底下的严重的事情，是不是都是小问题无法解决？有影呢？伟大的代志拢是对细项代志开始累积开始，但是呢，严重的代志，敢是嘛是小小的问题，你无法当解决。所以佮一摆，咱做伙讲，小块的事的问题，我毋免惊吓。来，咱做伙讲，小块的事的问题，我毋免惊吓。咱毋免惊吓，咱来靠主的信心，咱要安怎有智慧，咱就好好来行吼。人伫细项代志的表现，会当反映出伊处理大代志的态度啦。所以，如果你的身份也好，你的上帝所予你的身份甲性命，你若感觉你咧处理这个代志，有互你感觉真野心足烦啊！牧师考劝你大心去思考，倒一项细项代志你做袂好，会互你连这处理的问题你拢无，安尼你才好通去了解为什么你大项代志办袂好，安尼了解无？就好像学生数学题目他到了3、4年级，到了更难的，他越难。我们会说，针对他现在所学的学不好，就一直念他骂他嘛？应该不是吧？我们要去追根究底，了解过去伊是安怎学了无好，得先对迄细项的代志来去了解未来伊所要处理大代志是发生啥物问题。所以兄弟姊妹，会晓做小可代志的人，无一定会当做大事，但是咧，小事若做无好，绝对一定无法度通做大事啦。好，来，我们一起来念哈。会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小事都做不好，一定无法做大事。这重点在讲什么？要先做大事还是先做小事？先做小事啦。好，但是呢，你也不要认为小事不重要哦，因为小事如果你都做不好了，你不要去妄想那一些大事情。好，所以我会记得啊，我伫细汉的时阵，我的老爸常常会讲。连这代志你也做袂好，你是要做什么大代志？你敢定定伫你甲我讲，你会当创啥，好有无？那小朋友年轻的时候说，爸爸以后我要干嘛干嘛。可是我们就看到你现在连小事都做不好了，你讲这一些好像在做白日梦一样。所以兄弟姊妹，我伫厝内，牧师伫厝内，咱牧师要鼓励咱来思考，咱伫厝内要安怎扮演好？做上帝的儿女，来，咱来思考小块代志有啥物小块代志？饭前祷告，你有咧祈祷吗？有无？饭前食饭前，你敢有咧祈祷？还是饭来啊，插客落去啊，巴肚枵啊咧？咱会样说，这是不是小事情？小事啊，睡前祷告可不可以啊？可以嘛？早起时有个人困袂去，你会当创啥？祷告，有的人讲看电视呢。兄弟姊妹，小事啊，和睦相处可不可以啊？厝内会当和睦袂？会使袂？若拄啊好，你有冲突的时阵呢，咱毋通敢讲直接咧讲哦。若是小可代志咧，你爱思考啊，冷静嘛，敢毋是？最近牧师发讲我发现我不能时常用情绪
看到小朋友做不好，或者是牧师娘哪里做不好，我就情绪就来了，不能。我觉得这是小事，我要学习。所以兄弟姊妹，伫厝内咱遮拢会当授课，会当做；伫教会内底袂，会使袂？有啥物是小事？我们可不可以提早来啊？会袂？咱几点聚会？9点呢。咱会当提早准备袂？会使吧？哦，咱有人讲有一句话讲啥？准时就是什么？迟到。准时叫做提早到了。哦，你要准时，就是提早到，你绝对准时啊。哦，嘛有人不认同啊。哦，时间到那才叫准时啊。但是我觉得准时就是提早到，你绝对有办法准时。敬拜俄罗上帝，敢是小可代志，会使袂？会使，有人害头哦，会使袂？敬拜俄罗会使袂啊？咱咧敬拜，咱咧俄罗是俄罗什么人啊？俄罗上帝嘛，你何必在意别人认为你唱得太大声，不好意思嘞？你是唱给上帝听嘛，小事情嘛，对不对？还有什么？环境的卫生，哦，教会有啊，我会记过去吼，捌有人听讲，牧师啊，迄教会倒位哦，垃圾啊倒位安怎样？迄是毋是啥物人摒扫无好？我甲你讲，唔免，你唔免烦恼这。你只要安怎看到你就安怎，你就去用嘛。你烦恼要大，吼，我会记当刚也讲吼，牧师啊，咱吼爱互咱的教会，做伙会当培养一个好的一个素养，看到唔免嫌，就会让啊去斗相共，这就是好的素养的教会。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项事，大的工课、大的代志，迄是啥？迄是将来的代志。但是咧，咱小小块的代志，咱若不忠不义，有真侪时阵，咱就失去为主、互主来甲咱重用的机会啊！了解无？所以赶紧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小事做不好。上帝不会把大事给你用，小事做不好，上帝不会把大事给你用。所以你的身体敢是小事，要不要熬夜啊？现在年轻人哦，我们半个年轻人你家哈，真的年轻人很爱熬夜，我拜六哦，有一个青年半暝啊3点外卡来哦，3点外，然后我个卡等于我睡觉挂掉。给刚好，我讲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不小心拨到的。我不小心，半暝3点你也不小心，啊，没在困，敢不是？小事嘛，可不可以早一点睡？可以。像你今晚小事我们怎么做很重要，所以咱要安怎过着一个德行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道路，在小事上我们可以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你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可不可以？我们都每个礼拜都在敬拜神，对不对？咱冇开英文，书读圣经，我信上帝专灵的杯，咱拢咧讲。但是咱敢知影什么叫做遵行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来，第一戒是什么？咱就爱尽心、尽性、尽意，安怎听主你的上帝？第一戒嘛。第二个戒命是什么？简单的，较简单，你莫上10条戒啦，较简单的啦，徛厝边亲像家己嘛，遮尔简单的代志，安了解无？所以，但是咱看到边的人做哩唔好，就开始嫌，这敢有亲像听？其实我感觉唔是听，兄弟姊妹，遵行上帝旨意，彻底悔改，彻底对付。注意哦，对付是对付什么人啊？对付迄个歹人嘛？唔是啊。对付是要对付你家己无好的行为，你要去对付，互你迄个生命无好的物件，唔通继续伫你的心内，你要学习完全顺服，唔通互你的肉体留地步啦。什么叫肉体留地步？有真侪时阵，咱拢安怎知影讲啊？我著真正，我这钱哦，若溪水奉献吼，我是要安怎会当买一个我想要食的物件咧，我想要用的物件咧，我想要出去佚佗的代志咧。有真侪时阵，咱因为这个代志，咱就安怎看咧比咱的上帝更较重要，唔通互咱的肉体留地步，不叫真理受损失打折扣，失时变色，这咱拢看有啊啦吼。所以兄弟姊妹，着对付生命错误的小小动作，这些拢是小事啊，阿免。
你要对付，我才能够在大事上面怎么样过得胜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在咱的生命中间，圣经嘛咧甲咱讲，耶稣伊继续在咱今日所看圣经在，他继续的用了一个很实际的比喻，用什么？金钱的比喻在甲咱教导。伊跟咱讲哦，咱要安怎具体来了解伫大细项事来中心，咱做伙来看。圣经内面路加福音书16章11节到12节讲，伫不义的钱财，恁若无尽中，治罪要用真的托中恁啊；搁伫属别人的，恁若无尽中，治罪要用属恁的，互恁啊。哦，这耶稣讲这真有意思哦。耶稣伊开始咧论到钱财，甚至佮讲到钱的运用啦。钱财要安怎运用？钱财的性质，耶稣伊提到讲，钱财定义叫做不义的，意思就是讲，你毋通看钱较重要，看伊的价值较重要，了解无？钱的价值，我认为你死敢才会走，你死走袂走。但是你留落来的钱，若无有法度通互上帝用，即住伫天人的价值观。即种的钱财，就算你搁较侪，嘛无路用。所以我会记得我老爸常常甲我讲，安那好业无过三代啦，无过三代意思是啥？咱若无好的教育啊，即个钱连米人啊开了了。所以呢，老爸老母对囝儿信用的教育有重要无？你若无信用，你搁无要甲伊教品格。安尼，我甲你讲，你的囝儿有一天诚做啃老族，有一天你会做忝，有一天你会做艰苦心。圣经内面耶稣定义这个钱财是不义的，为什么？因为趁钱的人会为着不计代价的、不择手段的来得到这个钱，甚至呢，真有可能会诚做一个敬拜金钱的人。无钱，你会艰苦袂？会嘛？这自然的反应啊！教会无钱，牧师会艰苦袂？会惊袂？会啊，会袂？你会记得咱教会伫要建堂的时阵，有几间教会哦，有牧师讲哦，恁无钱，恁咧起啥教会啊？但是即马你敢过会安尼认为？会袂？其实无钱真正袂当做啥，对无？咱拢知影，无钱袂当做啥物代志嘛。但是上帝有互咱的教会，逐个人做伙去经验即个过程无？有无？有嘛？金钱伊会真容易诚做互人为着要敬拜即个金钱的偶像，来安怎？会放弃了咱军队上帝的心哦。所以兄弟姊妹，耶稣讲起即个金钱毋通，你爱知影，毋通占为己有，认为讲钱最重要。无钱其实嘛是袂使钱，但是咧，你要了解即个钱是虾米人的？虾米人的？钱是虾米人的啦？上帝的啦。13节就内底就讲起啊吼，咱等下较搁来看吼。无论虾米钱，拢是领受得来，了解无？你今日对即间公司，对即间公司的工课，你有负担，你真意爱，对无？这嘛是你领受的嘛，敢毋是？为什么你要去迄间教会？你要去迄间公司上班？这敢是你领受的？是啊，我可能年纪跟你同款，但是我无拄想要去你间公司的。咱对这间公司我所赚的钱，这就是家己个人所领受的，拢无相款。但是圣经内底伊咧甲咱讲起，耶稣咧甲咱讲起的，这个钱上要紧的，这个心态你要了解，这个钱是别人的，是上帝的，无论什么钱，拢是对领受得来。所以我真钦佩我的一个阿姑，伊咧卖冰啊，伊无啥钱啊，伊真正无啥钱。但是有一项代志，我认为伊就真正亲像画出圣经内面所讲。因为每一摆当伊若去外口面天气较好的，也是讲趁了较济，卖较济冰，趁较济的时阵，伊就安怎？伊就赶紧哦，迄天哦，就走来教会，就讲话呐，阿舅哦，这钱你感觉教会有倒位会当奉献的？伊一天可能上济啦。那赚的冰啊，一摆啦，
互因2000块、3000块、2000外块，有这无？有啊。对咱那一般一天的工课量来讲，咱会晓赚到2000块，迄是足济。但是对于卖冰的人来讲，迄毋是定定有的，了解无？但是若对咱一般人的想法，感觉讲啊，若毋是定定有的，咱会安怎？我先家捏起来，我先为着我未来的生活，先做一个准备好，然后我甲乡村的摕出来奉献，敢毋是安尼？但是我阿舅我看毋是啊，我去甲算过，随卖了，啊，就随客来。我拢想想阿舅，啊，你家己有够啊无啊？啊，若会使哦，你就当阮遮食一下饭的，吼。所以兄弟姊妹，我足感动。我感动的是讲，当人伫困境的内底，伊要努力咧达成圣经内面，有可能是10个奉献，甚至是搁较侪对上帝感恩。我毋知影你对上帝感恩是啥？是当你有的时阵、剩的时阵，较来回应上帝吗？或是当你伫困难的内底，你要犹原持守抓条即个应允，知影讲钱我要安怎用？因为钱这是上帝。圣经内面讲，耶稣讲，即个钱财的性质，伊提到讲，即个钱是不义的，是大人所领受着。伊嘛有讲起即个用途，即个钱是上帝的，但是上帝将即个钱放伫咱的手内，看咱安怎使用啦。然后呢，伊就要将真实的财富甲丰盛赏赐互你。我甲你讲，即种的观念吼，你若去上网 YouTube 普及吼，大家开始甲你骂啊。啊，意思敢是讲我毋免讨赚，吼，敢是吗？有很多人认为说投机取巧使用钱，然后去赚钱不好，基督徒哦。可是我觉得基督徒你要懂得怎么善加运用上帝所给我们的金钱。你可以去投资，但是你投资来的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你有咧奉献无？所以我会记得咱即马吼教会青年吼有足侪教会，咱即马有弱小的教会得到即个王雪红用即个叫做卫生基金会，会当有即笔钱，会当诚做地方教会有弱小的教会需要来做帮助，我感觉真好，因为伊有规定，讲即笔钱得爱帮助弱势的青少年。就是讲教会袂当阁无做传福音的工作，教会无要做传福音，拢讲啥无钱啊。但是其实我感觉毋是，是感觉我认为是咱领受着恩典，咱无愿意去分享。好，咱有想要分享，但是咱拢无要行动。所以咧，甲你边仔兄弟讲，当你有钱，你着爱积住伫天里。意思就是讲，你爱将钱欠伫天里。好，我毋是讲你马上讲，师父，你的意思讲我马上倒来厝里，将我的钱变袂掉，然后所有拢爱奉献吗？拜托诶，毋是安尼哦，毋是安尼吼。兄弟姊妹，圣经内面咧讲起，因变卖一切，毋是将钱开了了。因的意思就是讲，咱即马按照咱即马的叫做，咱着爱将地面上银行的贷款摕即个钱啦，毋是讲贷款，咱着爱学习甲伊换一个所在，欠伫另外一个所在。咱的基督徒咧认知即个奉献，我们的钱，我们的财富。是积存在天上，因为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的银行，你有想要投资无？我搁举一个咧，地面上的银行，咱拢会想讲，倒位利润较悬，对吧？利率比较高嘛，然后我就会怎样？全部放进去，会不会？你拢无这个概念嘛？啊？无迄个钱通减嘛？哦，毋是安尼哦，毋是安尼哦。我会记得吼，细汉的时阵，国民小学的时阵，我会记得我国中的时阵，学校老师就咧讲，来，现在我们要开始申办，每一个人都要办邮局账号，老师就开始甲阮教讲这个有什么利率，了解无？这不是有钱无钱的，这叫投资的概念跟智慧。是安怎上帝，互你身躯就算钱无介济，但是你也要投资。我会记得有一个同工捌甲我讲，这有一家银行我小可批啊讲，我无要详细讲倒一间，安尼这是有碍咱对咱信用的看法。我看见讲，哇，伊的利润真悬，甚至伊敢若固定内底10万块的欠钱尔。
但是伊的利润竟然是2%哦，2%，你若有伫银行咧欠钱的人，2%有悬无？利率足悬的哦，但是伊想要要甲伊限定10万块，因为我若放愈侪钱落去，我的利润伤悬，等到消费者就赚去啊嘛，银行就袂赚啊。所以兄弟姊妹，其实有足侪物件吼，上帝要互咱的财富甲丰富，在伫你安怎运用金钱，阿免。但是你若思考，你若想讲我都无钱啊，我是要欠啥？我甲你讲，你真正无法度，因为上帝想要互你搁较侪，你嘛毋知要安怎用。吼，牧师毋是咧讲负面的，牧师的意思咧讲，咱爱去思考，咱要安怎投资，正确的投资，有智慧的投资，伫上帝天灵的工作，这对咱来讲真要紧。一个俗世的钱财，咱若无重心处理，哪有资格通好得到上帝伫人性上大大的赏赐的财富？敢毋是？咱遮几礼拜拢咧讲温数能力，对无？对无？如果你若无要投资，好好啊祈祷，好好啊挖靠信心的祈祷，你要安怎对上帝遐得到更较侪灵性的丰富？会袂？会得到袂？袂啦！你若无要读经，你嘛无可能有智慧啊！安了解无？你就讲啊，迄我拢知影啦，吼，迄我拢知影，逐礼拜听牧师讲嘛有够济啊啦。兄弟姊妹，咱其实吼，咱头拄仔伫启营的中间吼，嘛有咧讲着呢，吼，迄啥传讲信息的人，迄拢有限呢。上帝话，何牧师所讲的，迄拢个有限呢。要紧的是，咱爱好好啊学习去读经、祈祷，去经验上帝的话语。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面讲起一个萝卜。袂为服侍两个主人，因为以为怨恨这个，疼迄个，也是为对重这个，看轻迄个。你袂为服侍上帝，煞个服侍金钱啊？安尼了解无？就只有2个，你要么就是金钱，要么就是敬拜上帝。我问咱是敬拜主的人无？哦，即摆信心我无样咧。咱开始思考，事实有影，咱真正做侪时阵，咱的心看重钱，比看重上帝工作较侪啊。兄弟姊妹，上帝爱咱的性命会记得，咱的性命若无学习将这2项事界分别出去，咱无法当伫上帝面前成做一个真实富足的人。为什么这电火条顶面的鸟仔因袂向电视？但是咱拢常常教导讲，这电火条梦想过靠近吼。你敢知影？电压的原理吼，叫做高电压，这个电位，电位高的会往低的地方好传递电，所以电流的产生也是这样开始。鸟仔伊伫顶面，电压电比较高，就站在上面，它的电位的位置比较高，所以迄电流伫迄过程的中间，伊袂直接对迄顶面的碰触也好啦，鸟仔也好，甲伊电死。但是人是安怎会？因为人有当时摸电火条，然后又电死的，有无？有啊。为什么？因为人是导体，因为咱的骹踏伫地面上。牧师想要用这个来举一个例，咱的信仰的生命有时嘛亲像安尼，咱一边也要夜悬去摸，但是咱的骹踏伫地面上，咱拢咧接触地面上的事，咱看重地面上的生活所拄到的困难，但是咱阁期待上帝来帮助我，但是我却无想要放离这个地面上的代志，所以咱伫安怎电视。事实有影呢，你若要求上帝帮助你，咱学习将咱的心境像遮的鸟仔共款，因无咧为着食来去操烦，敢毋是？圣经内面嘛有甲咱讲嘛，天灵的飞鸟，因较有咧操烦，因为着明仔载的代志咧操烦，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咱属灵的生命嘛是共款。上帝是咱生命上好的保障，阿免。
如果咱一手也要掠掉钱，一手也要掠掉信用，真困难。唯一只有将咱的心全然交托给上帝。所以，伫小项事要做起，咱才有法度通承接生命大事的祝福。咱的教会讲要传福音，要当成做别人的祝福，牧师常常咧甲咱讲起，唔通惊人接，有无？唔通惊去奉献帮助这需要的人。所以兄弟姊妹，这敢毋是咧讲起钱，咱安怎运用嘛？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咱就掠耶稣基督做中心，耶稣安怎教导咱，咱才有法度通培养出有热诚真实的灵性生命。耶稣在生活地的时阵，伊早起是祈祷，伊伫斥责风浪、惊新热、气烫、失落的时阵，耶稣拢做啥物代志？祈祷，伊就是祈祷。耶稣死了后，门徒领受圣神，伫倒透过啥物？透过祈祷领受着圣神的感动，敢毋是？祷告很重要，阿门。所以跟我们一起说，祷告是我一生学习耶稣的重要工作。祷告是我一生学习耶稣的重要工作。怀爱伦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复兴跟祷告的关系，若要察觉复兴改变的成效，只要借由蒙应许的祷告。你要察觉复兴改变的成效，到底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啊？我的生命有没有复兴啊？有没有丰富啊？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在祷告？这个祷告有没有应许哦？有没有应允哦？不是讲你有祈祷就好哦，这是蒙应许的祷告。因为有蒙应许的祷告，代表着你有没有信心在祷告。阿们。祷告要不要有信心？要啊！祷告没有信心，你安怎祈祷嘛无路用。祈祷信心对倒位来？对主。你挖靠上帝，你知影上帝给你祝福，你知影上帝给你赏赐。所以咱常常伫祈祷中，愿主的灵时常引带咱的生命，无互金钱来引诱，互咱常常主来宣告讲：主啊，我要用我的全心全人来服侍你。我要用一粒刚强壮大、热诚的心、真实刚强的心、顺服的心来跟对主。我相信上帝要引带咱的生命道路，会当真正做一个真实的内在。外在是啥？内在是真实，啊，外在是啥？较大声的。外在是啥？丰富的，感谢主。内在是真实，外在是丰富的、富足的啦。阿门。生命的富足不在于你在世上你所拥有的财富，生命的丰富富足在于你的生命是否有盼望。我觉得一个有盼望的人，就像我刚刚提到，我的阿姑，伊毋是一个好嘢的人，但是伊时常为着伊所赚到，会当伫卖冰的过程的中间，伊若赚到的时，伊拢会敲一通电话甲我讲，委员，你毋知影今日阿姑安怎赚到这个钱？伊会甲我讲，伊讲今日天气寒冷，但是伊去到迄个所在，竟然有遮尔侪人甲伊买冰。兄弟姊妹，这毋是恩典嘛？当你看到天气无介好、环境无介好的时，但是上帝有缘赏赐予你，阿免。所以咱来伫祈祷中用祈祷，靠信心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赏赐活命的主，阮感谢你，搁一摆用主你的话语论得阮的生命，互阮的心甲阮的生命，为搁一摆伫你的圣神的感动的内底，来领受着主你所要对阮讲的话。愿你也帮助阮，伫现今的环境的内底，充满侪侪限制甲困难。无论是世界的天灾地变、战争、疫情、经济变动、身体的痛痛，阮拢需要主你搁一摆用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活命的话，将阮的心掠互掉，帮助阮，互阮的心甲主你同行这个天路。阮要做一位真实顺服主你的门徒，好的囝儿，好的管家。阮相信，主你也要透过这款的生命的磨练，互阮搁一摆得到丰富，激励阮的生命，学习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彼此教导，彼此激励，互阮搁较深来明白上帝你的心意。
感谢主，伫阮今仔日学习对细项事的顶面来做起。主，你的确要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成就大代志。主啊，阮听你，阮将你看做阮生命中的主，代表的是世间的万项物、金钱，阮拢着大声看主你的心意最要紧。大声伫阮的生命中来靠主过得胜丰富的生活。主啊，阮要学习尽心尽力尽意来付出生命的代价，尽本分做好主你学生应该做的事。熏读圣经，听主你的话语，听主你的声，明白上帝你的心意。阮相信，阮的生命要培养出更较火热、有温度的生命，用真实的感动关心身躯边的亲人甲朋友，以及要袂捌主你的人。愿主你听阮的祈祷，互你的教会成做一个复兴，成做主你所欢喜的教会。只是阮也要特别为着土耳其、叙利亚即摆地动所死亡的家庭人民来祈祷。主啊，人民这个国家人民所经历的苦难，擦去因所有的目屎，用世界关怀的行动来扶持、帮赞甲照顾，定心来坚固伫因破碎的心灵。搁一摆来勇敢为主你所享受的生命，勇敢来活。主，阮搁一摆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534首，圣诗第534首。有一项诗实在好听，请去念全首。请坐，这是啥准备心来奉献。
起立。这是啥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我以拥有享受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你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命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时，请咱为着以下的公道事项祈祷。第一，为着信徒灵命造就新生灵；第二，为着同工服侍工作；第三，为教会青年儿童；第四，为教会行款；第五，为教会宣教传福音灵命造就；第六，为教会内新家庭关怀工作代祷。请咱开声来祈祷。慈悲里面恩典满满的上帝，你是阮的倚靠，阮的帮助。恳求你开阮的心，互阮照着灵修祈祷，会当更加明白你的旨意，生命经历着你的引带，灵命造就着得到更新。赏赐阮智慧、勇气，传扬你的福音，互较侪人来认捌你，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嘛求你，互阮无论伫招待，还是青年儿童的服侍，拢有顺服委身的心，互阮伫服侍中有主同在平安，嘛有教主同在喜乐。教会兄姐有身体欠安的，求你使因有信心，甲有得救的望，互因伫你的恩典内面有喜乐的心，身体得到医治。我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做来看周报。圣港侍奉人员请有担任服侍人注意：教会消息，第一，为着有效学习新家庭关怀学校文图训练课程，将伫每礼拜三暗时8点到9点，为期2个月。且有意参与的兄姐会后伫1楼向招待同工索取教材。第二，今仔日下晡2点。台湾基督教音乐侍奉协会伫太平间教会举办小诗班、大诗班课程，
本会圣歌队首席担任示范团队，请关心大道。第三，本会伫2月26日举行会员好会，公布若已经公布会员名单，请兄弟来甲查看。当日邀请本会在职会员出席参加，嘛请非会籍兄弟立即了解教会事务。第四，台南中会事务部定伫3月11日拜六下晡3点到5点进行步车检查，地点伫桂林教会，请同工第日期前往受检。第五，本教会定伫3月12日举行樱花之旅的野外礼拜，请兄弟踊跃邀请厝的人、朋友提早安排时间，做伙来见证上帝创造大自然之美。第六，因为土耳其发生规模7.8的强震，造成土耳其、叙利亚两国死伤万人以上，请关心大道。兄弟会当摕着你的奉献地，注明要奉献伫土耳其地震。教会用透过财团法人台湾长老教会宣告基金会统一为灾区难民奉献关怀。教界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过价部更正。请做伙来读本周金句，台语甲华语各读一摆。伫至小块事真中的，伫大的也真中；伫至小块事不义的，伫大的也不义。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章10节。下面请牧师补充报告。牧师伫遮补充报告吼，咱小等的若是讲落去楼骹吼，会当即个咱的小华牧师娘甲咱备办即个养生茶啦吼，这真好吼。即马即个天气变化，其实对少年的到年老的拢真好吼。等下若是会当落去，这是茶包也是迄个挺好的啦吼，所以咱等下当去甲品尝一下吼。咱今日嘛真欢喜，咱范长老娘会当搁倒转来伫咱中间因为真早伊身体行动较无方便啦吼，嘛真感谢主。咱嘛真欢喜生德吼，生德嘛姑姑吼，无倒转，因为伊的老家咧做装修整修啦，所以每礼拜拢爱倒转去高雄，真欢喜会当搁倒转来伫咱中间。咱嘛真欢喜，今仔日即个李新天弟兄吼，咱嘛当欢喜，伊会当继续参与伫咱的聚会。咱嘛继续为新天弟兄来祷告，因为他的眼睛是视网剥离，他是手术刚完，但是因为他现在他是学校的老师，新国中学的老师吼，历史的教历史的啦吼，所以咱为祈祷，让他的身体恢复，然后让他的继续能够在工作上能够继续为主做见证吼。咱继续为着咱的兄弟姊妹彼此的中间有欠缺、有软弱、有需要，咱拢伫祈祷的中间来见证上帝吼。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咱伫今仔日吼，咱有看到这圣歌队来到台前唱歌吼，感觉安怎？真好吼，好，感谢主。我们就是需要你们这句话吼，因为今仔日下晡阮需要去到伫太平境咧做训练，因为伫训练的中间，咱的教会圣歌队嘛有做示范团队。所以咱今仔日特别安尼行来头前，嘛拄好互咱感触，这种感觉实际上跟我们的信徒直接的关系。我想未来我们就是这样做了哈，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哈。那感谢主，也请大家为我们继续带到。那如果有弟兄姐妹，咱老兄弟有想要了解，有想要去参加去旁听呢，拢会当去参加哈。太平境下晡2点，咱伫，唔是吼。另外就是讲，咱完成咱这个新家人的这个关怀学校，这个工作新家人关怀学校的这个训练教材，这是针对咱要安怎样会当带咱厝里的人，包含咱家己的信用，咱会当做一个探讨甲了解。这个资料伊是这个韩国金圣坤牧师，因为本身过去伊所牧养的教会嘛是亲像40-50个人尔。然后今嘛拢是几千人的教会，所以这个金圣坤牧师他弄的这些教材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假使
咱若是咱若是一个月最后一礼拜较上一摆，然后安尼逐个月最后一礼拜吼，牧师后来跟同工讨论，觉得这样子会太长，人家会忘记，所以呢，咱就是一系列直接就是完成2个月把它完成。所以咱即马礼拜3的查经班会先暂停。我想查经班咱会当家己先看圣经嘛是可以，但是训练咱嘛是内底拢有查考圣经吼。所以请咱会当我无说是鼓励啦吼，咱真正客的人，咱会记得找时间去看咱的 YouTube， 还是讲咱的脸书，咱的内底会做连结，看咱的 YouTube。免安怎去 YouTube， 你只要拍开你的手机相机，拍开手机相机相机就会使。咱即摆手机拢是相机功能就可以了。然后你甲瞄准下底，才有一个 YouTube， 有一个安尼灰灰啊，灰灰啊有无？你就安尼甲扫一个，伊就跳出有一个敢若乱麻呢，你就甲点落去，就会当听，小可甲咱教者。若袂晓的，咱私底下较去问东子安吼。好，牧师伫遮嘛，请咱注意者，就是3月12号，咱举行樱花之旅的野外礼拜。因为樱花是到3月底到4月初，按照台湾无相款的所在的气候，所以呢，目前是用3月12号。如果私底下咱的同工会阁甲咱请教时间，包括咱的参加的意愿，咱若拄好即日，拢拄好大部分的人，即日拢有代志，安尼咱时间就会往前或往后1周，顶多1周啦，来做顺延，还了解无？所以请咱大家注意一下，牧师嘛期待咱这次是疫情之后第一次我们可以做野外礼拜。免烦恼，因为其实做一间教会拢伫旧年去年的下半年他们就已经在办野外礼拜了，所以我感觉咱唔免用过头烦恼啦所以请咱靠着信心，口罩挂好，咱该做的防护措施该做。我想咱带着开心的心情去观看美好的事物啦好，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嘛请咱做伙伫互相伫来到教会时阵，请咱有哪是量体温，然后做手部的消毒啦大家报告这个时邀请咱做伙起立，互相咱做伙来行平安礼咱做伙来行平安礼。也互咱自己做机会，也互咱自己做机会，上帝祝福你欢迎你，上帝祝福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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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爱你们，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上帝听你上帝祝福你，上帝爱你们，爱你们，阿妙，好，OK， 行的，好 ，OK。来，咱拍步一个一个来，也互咱自己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做机会，也互咱自己做机会。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俄勒上帝至关至尊。感谢你，赏赐互阮有一群上帝你所疼惜、救赎的百姓，也是上帝你所赏赐互教会美好的产业。一群疼主的兄弟姊妹，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伫今日三甲领受上帝你所对阮讲的话，三甲做伙来为主定心出发，建造一个上帝你所看见、听的教会。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
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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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立倒。